一时阵，百姓伫心内念讲，主若是甲咱三甲伫咧，安尼遐个咱的祖先甲咱讲的奇妙故事，到底伫倒落啊？咱看袂着心里的兆头，先知无伫咱中间，无人知影咱着听候偌久。哦，主啊，阮的心伫迷时较无你，阮的灵伫清早仰望你。我要听候你，因为你是阮心所渴慕的主。主安尼讲，伫恁的面前，我要对恁行奇妙的事，是通世界任何国家中未捌发生的事。伯利恒啊，伫犹太人地这个头人中间，你毋是第一岁，因为要有一位领军对你出来，伊要照顾我的百姓以色列。
利亚就甲已经定着的约瑟去到伯利恒。当因伫遐的时，伊生一个头前囝，伊用布包伊，将伊藏伫马槽里，因为客馆无所在通互因住。伫迄附近有雇羊的踮伫山里，眠时酒间顾因的羊群。主的天使出现伫因身边，主的阳光照因，天使甲因讲。无得惊，因为我要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。伫即日，救主已经为恁出世，就是主基督。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起来，困伫马槽里，即个就是互恁做记号。耶稣出世伫伯利恒了后，东方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问讲：迄位出世做犹太王的伫倒落啊？因为阮伫东方有看见伊的星，就来要拜。忽然星最头前带因，到伫婴仔的所在，就停伫迄顶面。因看见迄粒星，就欢喜甲袂顾着，因就拍落拜婴仔，
因拍开因的宝盒，献礼物予伊，就是黄金、乳香甲不药。这一切拢要应验先知所讲的话。我创造星辰伫天，搁互因灿烂满天。我要互恁成做外邦人的真光，列国要来招群你这个真光，列王要看见你的灿烂光明。仰望主，主神伫伊的面，就记你所行一切的奇事甲神迹，就伫列国中宣扬伊大的荣光，甲伊伫列邦所行的奇事，因为伊捌互痴迷的看见，也互臭鱼的佫听见，佫互摆脚的跳舞，互野狗的欢喜讲话。伊头放人对黑暗得到光明。伊安慰哀哭的人，互因对悲伤脱出，得到快乐。因为上帝要通过耶稣基督满足咱的欠缺。来啊，咱就拍落敬拜，咱就跪落伫创造主的面前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。
万般拢有伊的期，万项事拢有伊的时。自白讲，除非恁有看见心里的条头甲奥妙的事，恁是袂相信。就安尼，我已经用最奥妙的事，互我的百姓讲领。这就是奇妙的贵罪。就感谢主对万国传扬伊所行的事，伊的条头是这么伟大，伊所行的奇事充满大气力。